各位朋友、弟兄姊妹平安。今日繼續同大家分享嘅講題係怎樣化憂為益，點樣處理憂慮啊？嗱，我哋今日睇睇使徒彼得嘅憂慮。使徒彼得咧，同好多人一樣，都係好多憂慮嘅。當佢喺主面前咧，喺水上行走嘅時候咧，佢擔心會溺水喎。當佢擔心耶穌會被釘十架嘅時候咧，佢譴責耶穌，而且咧下令佢唔好釘十架啊。好啦，當佢喺客西馬尼園嘅時候咧，佢非常為耶穌嘅人身安全咧係擔心，於是咧佢拔刀出嚟對抗羅馬士兵，咁咧就撬掉咗大祭司嘅僕人嘅右耳，企圖阻礙耶穌嘅救贖大計。幸好佢嘅主人咧係神嘅兒子，佢即時咧醫治呢個傷者，摸一摸佢嘅耳朵，就把佢治好，緩和咗一個充滿爆炸性嘅局面。約翰福音18章10節講，西門彼得帶着一把刀就拔出來，把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，撬掉了他的右耳。那僕人名叫馬勒古。但係後來當彼得靈命成熟嘅時候呢，佢學會咗如何應付憂慮。佢建議我哋呢，謙卑地嚟到神面前，接受我哋生命嘅一切都係來自佢嘅手，並且呢，相信佢對佢嘅兒女係有美善嘅意志嘅。有呢個謙卑同信任嘅態度呢，我哋呢就唔會被憂慮纏繞啦。我哋要小心，唔好俾世界嘅憂慮同煩惱呢壓倒，因為撒旦魔鬼正係希望我哋呢會憂心過度而跌倒嘅。彼得前書5章7節講，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，因為他顧念你們。好，今日分享到此為止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